1秒，他將一枚硬幣拋入噴泉，正是這1秒，這一次拋擲將把人類的命運改變得面目全非。或許正是這一拋會引發一連串事件，最終使人類的腳第一次踏上火星的表面。又或許一名乞丐撿起了這枚硬幣，利用其液態性質換取一定劑量的酒精，喝醉之後在失控的狀態下犯下罪行，例如在回家的路上殺死一位科學家的妻子。不願再見這個世界的他，將自己封閉於實驗室之中，沉浸於獨特的形象狀態並加以研究，而這段隱居的結果將成為科學史上最偉大的發現。這正是我所看見的世界。在我眼中，每一粒塵埃，每一道風息，都是命運的創造者與塑形者，而他們本身不過是更宏大、更難以觸摸之創造者的化身。1秒，在我們的世界中，一切皆已被預定，你的生命與死亡，你的誕生與成長，皆曾受到古代世界一株草葉的微微顫動，文藝復興時期戀人溫柔的一吻，以及19、20世紀之交那一道明亮陽光的影響。這些與其相似的高等意志之化身，共同塑造了你的當下。然而對他們而言，在他們自身的時間、他們的生命之中，你的現在、他們的未來，卻是不可理解的，受限於其意識與理解的邊界，包括形上層面的邊界。對你而言簡單而平凡之事，對他們卻是不可能的，儘管他們以最直接，卻又最無意識的方式影響了他。1秒，草葉的輕微顫動。也許正是那一次顫動，引起了那頭母牛的注意，它為你的祖先提供了滋養而有益的乳汁，而你的祖先又進行了一連串行動與不行動，最終直接導向了你的出現。1秒，正是古代的那1秒，如同現在或未來的1秒，使你得以寫下這些文字，而他們遠不止於文學，這是形上煉金術。他並非試圖用文字尋找賢者之石，而他本身就是賢者之石。觸碰它，透過把握永恆的知識而獲得永生，那正是宇宙與神聖的密碼，長久以來一切最偉大的心靈所渴望、所追求的目標。或許歷史上從未有人如此接近真理的熱度，但是它並不灼燒，因為大業 Great Work 的諸階段早已被預定，而你接近真理，並非作為物質的存在，而是作為形上的本質。烏洛波洛斯閉合了，就在最終之詞被創造出的那1秒，一切便無需再做。起初有道，而終末亦將是道，一切如其開始般結束，因為萬物如同時間本就是永恆的。烏洛波洛斯，當1分鐘結束，一切又從第1秒開始。在第一個詞被創造的瞬間，最後一個詞也同時被創造，一切早已被創造並棲居於意識之中，只需被提取並書寫。這不是考試的小抄，而是形上的積體，自那超越善與惡的永恆源頭中流淌而來。1秒，它是有限的跨度，還是無限的？它界定了什麼？又是如何被界定的？它包含了什麼？它難道不只是人類對現實的主觀感知嗎？1秒是一個標記，我們已知並直知將某些事件綁定，如同草地上的木樁，防止那頭母牛。我們的意識混亂而自由地游走，這種自由往往被稱為瘋狂，而幾乎從不被稱為天才。成千上萬的雲朵飄過天空，對他們而言，1秒是什麼？他們又如何感知它？時間只存在於人類的意識之中，也只為人類而存在。對石頭、花朵、雲彩或動物而言，並無時間，而他們也不需要時間，因為他們無需向彼此解釋任何事，無需定義任何事。他們的生命沒有時間的邊界，他們知道誕生、死亡以及其他事件，有時在其感知中飛速流動，有時又變得緩慢。剝奪一個人的時間，他將失去一切支撐其論題與世界理解的基礎，他將無法說明嬰兒與老人之間的差異，
對他而言，那只是一種形式、種類、存在方式的不同，而這不正是那些我們熱切稱之為外星存在的事物，在我們眼中所呈現的樣貌嗎？禁止囚犯標記日子的流逝，他便永遠無法告訴你自己被囚禁了多久。時間是我們的鎖鏈，是將我們束縛於這個世界與這個現實之中的東西，而真正成熟者存在於時間之外，因為超越物質者可以同時身處於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。時間是所有畏懼真正自由者所緊找不放的線索。想一想，若你被剝奪了這根救命的細線，會發生什麼？你所有的計劃都將崩潰，不可想象之事將會發生。許多人將不再理解彼此，混亂隨之而來。但那不正是在人類發明時間之前，我們世界的真實本性嗎？原始人並不知曉這一概念，因而也不知其分割，而這不正是神聖創造我們世界的方式嗎？沒有任何時間的概念與理解。時間是建立在我們意識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，它從未存在，也永遠不會存在。它只是一種為平凡日常生活而設的簡化。真正的人，形上的存在，活在時間之外，是時間為其鎖鏈與限制之一。認清這一點，我們並非生活在時間之中，作為它的片段，我們創造了時間，而你所創造的，也就能夠加以掌控。在一秒之內，我可以置身於任何紀元、任何人物、任何空間之中，凡是曾存在於我之中的人，因為時間是他們的創造。而如今也是我的。此外，時間這一概念常常與序列相連結，一秒接着一秒，一分鐘接着一分鐘，一小時接着一小時，這些概念彼此依存，缺一不可。但真正看見者，既不需要快速，也不需要緩慢的狀態轉換。在不同領域中，這些轉換被冠以不同的名稱，如老化等等。一旦在形上層面把握了宇宙，即是存在的本質，凝望神聖的雙眼，你便能同時看見所有的轉化，以及在他們之前的一切狀態。受限於意識與形上視野者，永遠無法理解這些話語的真正意義，因為物質世界如同面紗或帷幕，遮蔽了太陽的光，試圖掀開這層帷幕，在我們的世界中被稱為啟蒙。而在生者之中，確實有人曾得以一瞥自宇宙深處放射而出的真正之光。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治理屬於自己的時間，這並非關於日誌或行程表，而是關於延遲或加速對客觀過程的感知。這些過程在此世界中，從開端到終結，乃至一塊石頭的最細微移動，都早已被書寫完成。物質世界中的第一幕，創造了從頭到尾的所有行動。形上世界亦然。只不過在那裏，與物質世界不同的是，選擇的可能性得以存在。第一個世界是劇本的實現，第二個世界是劇本的創造。